保育类的动物南岛鹰，今年3、4月会开始上北飞去日本、韩国等国家，会经过着中华八卦山。伫清明前后，这数量是上界多。参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和中华县政府做伙举办赏马戏活动，一个拜六到咧起鼓，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南岛鹰过境的画面。 闹热的舞蹈表演宣布八卦山赏鹰仔活动伫即个拜六起鼓。中华八卦山当年3、4月会有大量的南岛鹰过境，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参中华县政府今年做伙举办的赏鹰仔活动，以生态做主题，希望民众会当为看鹰仔这件代志来了解保育的议题。必须啦吼，保护咱环境，保护咱的地球啦吼，咱主要就是目的就是安尼吼，咱的子孙孙后摆欣赏这一寡吼自然的物件，后摆咱才有法度吼，把咱的生活愈来愈好，品质愈来愈好。 保育类的南岛鹰，热人会伫北半球的温带地区，秋天会落南，所以10月会当伫屏东看到鹰仔。春天照原地的路线飞上北，所以这卡到八卦山就会出现大量的南岛鹰过境。鹰仔咧飞，主要较挖山边，啊无就是挖海边啊。啊，挖山边最主要就是要有迄个烧热的气流，互伊会使冲较悬。啊，所以讲你若来到中华，规个八卦山沿线，你若有迄个较开阔的所在，就是你看会到天顶，安尼即个期间其实拢有法度看到鹰仔伫个咱八卦山面。 中华野鸟协会表示，前2天因为天气寒、佮落雨，南岛鹰出现的情形无理想。照鹰过的经验，大概3月17、18左右是南岛鹰数量上济时阵，一直到4月初，拢有机会伫八卦山看到南岛鹰过境的画面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